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紫微斗數之中咧，我哋一個叫太陽嘅組合。咁太陽嘅組合咧分4組，就係太陽嘅獨坐、太陽太陰，第3組就係太陽巨門，最後一組咧就叫太陽天梁啦。咁好，太陽獨坐通常會喺咩位置啊？一定就會入廟同埋我哋叫落陷啊。咁咩叫入廟啊？咁樣咁嗱，太陽如果獨坐嘅話咧，只會喺3個宮位，就係辰巳午呢3個宮位。簡單啲嚟講，呢3個時辰咧就係朝頭早嘅10點至到下晝嘅1點零鐘嗰段時間，咁就係日光最鼎盛、最猛烈嘅時間。咁我哋叫做入廟。咁而落陷咧就會喺我哋叫做戌亥子呢3個位置。咁呢3個位置或者呢3個時間咧，就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即係食緊晚飯嘅時間。通常你哋幾點鐘食晚飯啦？6點零7點鐘啊之後去食飯，咁就係嗰段時間啦，就係7點鐘至到夜晚黑凌晨。咁太陽嘅光輝已經咩啊？日落西山咗啦，已經已經都唔存在，所以咧太陽嘅能量咧就會被咩啊？被剝奪。咁簡單啲叫上威都冇得威咁解啦。咁好，第2個啦。大家如果聽過我視頻咧，都會知道太陽係代表咩啊？父系即係男性咁解。咁假設我係女命嘅，咁我女命嘅命盤裏面，你見到一定有太陽星嘅，一定會見到嘅。咁首先一樣嘢就睇下，咦，我覺得太陽星究竟係入廟啊，定係落陷？如果假設我嘅太陽星係入廟嘅，即係喺咩啊？喺辰巳午呢個位置嘅話，咁即係話咧雖然我係女命咁但係咧原來咧所有關乎我身邊嘅男性嘅人咧，都係咩啊？順暢啲，做事會比較有能力啲嘅包括我嘅爸爸啦、我嘅丈夫啦、我嘅仔女啦、我嘅仔啦。我嘅兄弟啦男性嘅呢啲咧都會係咩啊？旺啲，做嘢暢順啲或者有能力嘅咁解如果我爸爸嘅，咁即係話我出世嘅時候咧，我爸爸有能力啦，因為佢我哋叫咩入廟啊，廟旺啊，我哋叫做佢入廟嘅。咁因為我爸爸係一個有能力嘅人啊，做事有擔帶啊，照顧屋企人啊咁解。咁呢個就女命咯。雖然我係女命，但係太陽咧就形容我身邊男士佢嘅特質或者佢嘅狀況係啲咩嘢嘅。咁同樣地啦，如果太陽係落陷嘅話就算我係男性，我係男命啦，而家調翻轉，我係男命啦，喺我嘅盤裏面見到我嘅太陽嗰粒星就算唔喺命宮，喺其他宮位都好啦，都有呢個意象，就係話原來咧唔單止我自己啦，即係男命代表我自己做嘢比較上硬係好似我明明好努力去做嘢㗎，但係出嚟嘅結果咧硬係都不盡人意嘅咁樣，或者做嘢咧係比別人咧更加努力，但係得出嚟嘅結果咧硬係人哋明明做完之後有100分嘅，我做完之後咧得嗰60分嘅咁樣，硬係比別人付出得多，或者做嘢就好難有人幫到你手，樣樣都要自己親力親為，想揾人幫手又冇人幫咁解。咁呢個就係落陷同入廟嘅分別啦。咁但係同樣一樣嘢喎，太陽都有一個特質咧，就係咩咧？都係照顧別人喜歡咧幫助別人、照顧別人，喜歡付出，呢個係佢嘅特點嚟嘅咁樣咯。好，咁了解咗太陽獨坐喺咩位置啦。咁第2個咧同大家分享咧就叫太陽太陰。咁你會見到啦，太陽太陰咧只會喺2個宮位裏面出現嘅啫。如果同宮就係邊2個宮位啊？就係未位同埋丑位。呢2個宮位咧好得意，就係咧正喺全日之間最中間嘅位置黑夜又未去到黑夜，日出又未去到日出嗰個時間嚟嘅。咁你發覺咧呢2個時間咧喺太陽嚟講或者太陰嚟講咧都係冇能力嘅人嚟嘅，能量係唔夠嘅。咁如果呢2個宮位出現喺人物嚟講咧，就唔論佢係入廟或者落陷嘅啦，就唔係講呢一樣嘢，就只會形容呢一個人咧係咩咧？做事咧就有頭威冇尾陣啦，決斷唔到啦，冇決斷嘅能力啦，做事咧唔夠穩重啦，唔夠穩陣啦，拖泥帶水啦。咁呢一個就係佢嘅特質嚟嘅啦。咁因為太陽太陰咧，佢偏偏喺呢2個位置咧中間位啊。嗰個發揮嘅能量咧，完全唔出現喺，即係冇個能量係發揮得到啊！
所以咧就代表呢個人咧做嘢就比較上保守啦，唔夠積極行動啦，咁啊通常都係講呢一樣嘢多嘅咁樣。咁好啦，咁但係咧同樣地咧佢有個特質就係咩咧？兩者都會有咩啊？照顧屋企人嚇，同樣都係咩咧？有長輩緣嚇，容易被長輩咧去照顧或者佢中意照顧家人或者照顧屋企人，咁呢個佢嘅特質仍然存在住嘅。咁啊，呢兩個宮位咧，嗱記住太陽太陰咧，其實都係屬於吉星嘅。咁所以咧，就算佢唔係喺一個入廟或者係嘅地方都好啦，佢嘅工作咧都係咩啊？屬於服務性行業、管理階層啊，或者係照顧人啊嗰個行業嚟嘅。咁呢個都係佢嘅其中一個特質嚟嘅。好，跟住嚟咧，同大家繼續分享太陽嘅另外嗰兩個組合啦。好，跟住落嚟咧，我就同大家繼續分享咧太陽另外嘅兩個組合，就係咩咧？太陽巨門啦。嗱，點解會有太陽巨門呢個組合出現咧？其實真係好正確，亦都好合邏輯嘅。太陽嘅光，嗱之前有聽過嘅，巨門係咩啊？14粒星之中最暗蔽嘅一粒，亦都只有太陽嘅光先至可以將巨門嘅暗蔽去驅散咗出嚟嘅。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咗有呢一個組合，呢一個組合其實好唔好啊？好，因為點解啊？可以我哋簡單啲叫咩？互補不足啊！我哋叫做，因為咧巨門本身係屬於叫陰暗，嗱咩都唔計下，純粹係巨門單一粒星咧，你會發覺佢係叫做陰暗之星啦，做事咧比較疑心重啦，口舌招搖啦，中意惹是非啦，或者八卦，或者做嘢咧係好想去懷疑啊，好懷疑心好重啊咁樣，咁啊做嘢唔信別人啦咁好啦，亦都只有咧太陽嘅光明咧可以將巨門呢一種嘅缺點咧去咩啊驅散，咁啊相對地啦，太陽佢太過光燦燦，做嘢咧會只顧付出，唔理別人點樣去諗啊，別人點樣去講啊，咁樣佢都唔理人哋噶啦。總之我有我自己做啦，咁樣好叻嘅，好有個性嘅，成個大佬啊咁樣。咁同樣咧，巨門呢個暗蔽嘅星咧，亦都可以將太陽呢一種咧咁不顧一切唔理別人嘅性格咧，亦都咩啊可以減退啦。所以呢個組合係一個好好嘅組合。真係我哋叫做真係可以做到咩啊？互補不足。咁啊，相對地啦嚇，如果真係太陽巨門呢個組合喺我哋叫人物宮位嚟講咧，唔錯噶噃嚇，做事咧比較隨和啲啦，多咗少少嘅鑽研啦，冇咁強勢啦，做嘢咧隨遇而安啦，咁同埋咧適宜咧即係同人嗰個溝通方面咧就冇太陽嗰種咁剛強咁直接，或者唔顧別人啊，淨係照顧自己，淨係自己去做嘢，覺得啱嘅就去做啦，衝鋒陷陣咁去做啦咁樣，咁啊少咗呢一樣嘢，多咗咩啊？多咗一啲嘅深思熟慮，諗清楚啲嘢先去做嘅，咁啊真係一個好有能力嘅人嚟㗎。嗱，記得喎。巨門咧，我當咩都冇嘅話咧，其實佢係適宜咩咧？中意自己匿埋喺間房裏面做鑽研啊，即係我哋叫咩？做學者啊、研究啊咁樣。咁當太陽巨門喺埋一齊嘅話咧，其實呢一個人物咧係一個咩啊？有能力嘅人嚇，有一個有能力嘅人，喜歡鑽研嘅。有嗱巨門記唔記得啊？有一個叫咩口才啊嚇。如果太陽巨門嘅話咧，冇殺星嘅話咧，呢個人物咧真係嘅，可以喺我哋叫做演藝界啊、司儀界啊、律師啊，呢一個行頭裏面咧，真係有出息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太陽係一個好有能力嘅人嚟嘅，巨門係一個好有口才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可以發揮佢嘅說服力，甚至做咩外交官啊，或者嗰啲叫做調解員啊咁樣，都係一啲好好嘅，真係屬於一啲有能力嘅人嚟嘅咁所以呢個組合係唔錯。好啦。第四個組合咧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叫做太陽天梁啦。咁嗱，太陽天梁呢個組合好唔好啊？好，點解啊？天梁我哋叫做寡宿之星嘅，我哋有一個意象，因為天梁代表老人家，咁啊老人家就唔係好中意群體嘅生活嘅，孤高自賞嘅，咁就自己同即係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啦，簡單啲係啦，咁啊好少同人哋溝通嘅。咁太陽咧就可以咧驅散咗天梁嗰種我哋叫孤寡或者嗰種孤嘅味道啊咁樣。咁啊
天梁嘅人，如果本身咩都冇嘅話咧，佢係一個唔係咁有親和力嘅人嚟嘅人際關係真係一般般嘅啫咁樣。但係如果你配搭咗太陽咧，有太陽嗰種嘅照耀光嘅照耀，咁又多咗啲咩咧？多咗啲愛心噶咯喎咁有啲人情味啦，識得去諗下別人啦咁。但係記住，天梁咧有一個叫做咩咧？遇難情長，佢不嬲咧，佢遇到嘅災厄咧都比別人多嘅。雖然佢係配合咗太陽嗰種光輝，但係咧未必可以將佢呢一個嘅災厄咧係完全化解，佢仍然都會存在住咧，越容易遇到啲其他人遇唔到嘅一啲嘅問題啊，或者係災又唔係叫災難嘅，或者啲唔順暢嘅意象喺入邊嘅。咁但係只不過咧，佢係容易化解即係容易揾到解決嘅方法或者解決嘅答案咁解。咁好啦，太陽嘅組合咧，太陽天梁呢個組合咧，個人有能力。識得做事，做嘅工作咧會係啲指揮啊，或者真係一啲嘅行政上邊嘅嘢。佢唔係一個衝鋒陷陣嘅人嚟㗎就算佢真係喺醫院做嘢都好啦，佢都係做醫師，但佢唔會係揸手術刀嗰啲人嚟㗎，佢唔會係做即係開刀做手術嗰啲，可能做醫護啊，或者可能做醫理啊，做藥劑啊嗰方面嘅人嚟嘅咁樣咯。咁所以係兩者唔同嘅，佢係有能力，但係嗰個能力咧唔係衝鋒陷陣嘅能力。咁同樣地啦。適合做咩啊？從商啦，又或者咧，真係嘅喺政治界、外交官嗰方面咧，都係適合嘅咁樣。咁行政啊、研究啊、領導能力啊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組合嚟嘅。咁嗱，其實咧今日咧同大家簡單啲咧去分享太陽嗰4個組合。咁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嘅解釋。咁當然啦，我未講到，譬如太陽太陰，如果配搭咗煞星，又或者太陽巨門再遇到吉星，咩叫吉星啊？即係譬如文昌文曲啊、天魁天鉞啊、左輔右弼啊，呢啲咪吉星咯。咁個意思又會變成點樣咧？又或者太陽巨門嘅喺人物宮位，頭先講咗啦。如果我唔喺人物宮位嘅，我喺遷移宮啊，又或者我喺疾厄宮啊，咁又如何咧？好唔好咧？好㗎，其實唔錯㗎，咁樣。咁好啦，咁呢啲嘅解釋嘅話咧，喺我哋視頻裏面咧就未必講得晒咁多嘅。咁將會留待喺我哋課堂裏面咧，會同大家詳細去分享嘅。咁紫微斗數咧，其實係一個幾好玩嘅一個嘅玄學嘅嘢。我只係希望咧，透過呢個視頻咧，俾大家咧更加清晰啲，或者咧對紫微呢一個學問，呢個玄學呢個學問咧多啲了解。呢一個學問其實唔難學嘅，好容易，因為我哋係用一啲叫做咩咧，朝堂上邊同埋一啲嘅意象去俾大家去感覺呢個組合點樣去解釋出嚟嘅嘢。咁所以咧係一個好好玩啦、好豐富嘅一個嘅玄學術數嚟嘅，我真係覺得係呢一樣嘢。咁好，咁今日咧同大家簡單咗解釋咗太陽呢個組合，咁希望日後咧喺課堂上邊同大家再見面，咁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更加唔多嘅紫微斗數唔同星嘅組合，同大家繼續分享落去。好，希望喺課堂上同大家再見面啦，拜拜。